你是来到我的内面，甲阮相甲团契，相时阵将上帝恩典，上恩典的一切来祝福伫阮大家。阮伫即个所在会通领受阮家己得到上帝恩典，较要紧就是阮会通到伫即个所在，互上帝伫阮的内面，甲阮相甲团契，主阮感谢你。主啊，阮即时咧伫遮奉师来敬拜你，但求你用尽你所赏赐的恩典来祝福因伫阮的内面，对安尼，互阮会通搁较看见上帝恩典甲正统伫阮的内面。上时阵，阮搁伫遮通得到上帝的恩踮伫阮的内面，将恩典、将正统拢伫阮的内面。对安尼，阮伫遮教会，阮伫遮服侍，阮伫遮领受上帝的事，愿上帝时时刻刻伫阮的中间来祝福阮、引带阮、保守阮，会通互阮的听你的话伫阮的内面，阮就通得到上帝搁较大的恩典，踮伫正规的兄弟姊妹的内面。主，阮将即件事交托你，恳求你对头到尾来引导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
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哪会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目耶和华的殿院甲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即时，咱要来做信仰的告别。伫个信诗第12啊，咱请起立做阵来读，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啊，三亲像一个，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即时咱额头做阵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伫个遮要来感谢学罗你，因为你的爱，你的疼，互阮会当日日平安经过。阮伫遮也要献上阮的祈求。前几工伫南加州的长老教会发生了互阮真悲痛的枪杀案事件。伫个事件中，陈医师为了拯救教会中侪年长的兄弟姊妹，为了减少迄个伤亡，甲迄个歹徒来拼命牺牲伊家己，伊实实在在，搁展现甲主独共款的牺牲的行为，互阮搁较一摆来尊敬，因为真艰苦。阮知主啊，阮的心真忧闷，阮袂明白你的旨意，但是阮知影你搁一摆向世人来显现你的大能爱。阮搁一摆伫咧你的面前来祈求，求你安慰陈医师因的家人，甲伫咧在场受伤的兄弟姊妹，求你用你的圣手来医治因，互因早日会当恢复健康，也互即个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的身心灵拢受到伤害的时阵，会当紧紧来恢复平静。主啊，阮若将阮教会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交托你，求你也亲自看顾医治因。阮搁一摆来感谢你，因为你有听阮的求救，特别伫咧倒即事，伫咧身躯艰苦的时阵，伊向教会兄弟姊妹，就大家来向主你求，你也有听阮的祈祷，阮也献上阮的感恩。阮也求你会当保守阮伫咧教会，凡伫有伫咧生活中工作上也有恶担当的时阵，也求主你来排解，互阮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阮安尼将阮所有的祈求，拢献上你的名来求，愿你听阮的祈求。阮安尼伫你的面前求，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即时咱要来学乐圣歌队，要学乐，因所要学乐的是我心较无亲近你。在世界的门，都是为了。
感谢圣歌队带来美好的歌声。这时咱要来恭读主的话，记载伫个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我来念，恁来听。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岂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吗？17节，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圣，殿就是假的。这时咱要来请蔡长老甲咱证道。今日的题目是求主复兴教会，是破卷而出哈。破卷而出，加求主复兴教会是共款意思吼，所以讲大家毋免感觉真迄落，请大家祈祷。来，主我是感谢你，我三教大伫圣地中间三教来敬拜，特别今日我看到道执事交阮三教伫遮咧敬拜。主咧稳定伫个心上，伫个治疗过程中间，通过大家祈祷医生的治疗，互伊今仔日会当行到遮，行阮三教敬拜主，这是何等大的欢喜，何等大的福分。主求你真正照顾伊的病情，得到上帝你的赐福完全得到恢复。主啊，恳求你帮助照顾阮的教会，每一个人得到上帝你的照顾。伫 COVID-19 这4年的时阵，主求你帮助阮有上帝你的气力。互阮所做所行，拢上帝你行三我对底。阮的教会经过42年了后，阮的破茧而出。阮的每一个教会，阮的教会得到定新的出发，定新的开始。每一个兄弟得到你的广告，咱祈祷，奉最后所叫的性命来求，阿门。两位姐平安。安尼个月差不多个半月无看到恁啦吼，恁看到我有欢喜无？我感觉你小可心虚吼，我有重要无？4月15，咱的祈祷会；4月17，咱的歌乐礼拜；4月24，咱40周年纪念；5月初8母亲节，我拢无伫咧。总是我咧看直播的时阵吼，做了较好，我一直想讲，安尼应该是我无伫咧较好吼，安尼故意的用了足好。所以讲，请你甲隔壁讲，你上重要，你足重要的。你足重要，教会有你足重要，教会毋是有错综你得重要，是你每一个人足重要的。咱讲啊，都不要紧，我是即个教会中间买警察中间上尾支啊，总是重要嘛是重要啊。咱规个机体内底每一个人足重要的啊。咱到即事今仔日吼，毋是2支骹来尔，你迄是三骹4骹的，吼4骹的吼，伊减6支骹做伙来，咱6支骹伊嘛行到教会来，吼其实。这段期间，一个大岛网铺，伊讲去祈祷，我心内嘛是足悲迫的。我知影讲交托上帝无毋对，啊，一直祈祷，啊，伊倒来了后，啊，讲伊药理吼足啰嗦的啦，讲夹破的病院咧足医生因足熟的，慢慢你还搁检查，连咪断层扫描，连咪尸体，逐项都甲做着讲，哎，头壳遮还搁有一粒，一个乌影，还有痛，哇，搁继续治疗，好佳才有发觉，感谢主啊！我伫即个月中间对受卵酒开始，我本来咧问上帝讲，啊上帝啥物太受卵酒，互我开始向关起来。我开始部电脑尔呢，啊，搁一个眠床，啊，关10加7。我伫台湾中间咱所有管制，我拢去享受着。啊，我出来了，甲伊讲，安尼毋对啦，安怎毋对？啊，伊搁开始改，啊，改了后搁对，啊，所有的我拢享受着。不管你10加7、7加7、4加3，我拢有享受着。所以我头先我上帝问讲，啊，是啊，伫阮的家庭中间一层一层的苦难，这是要让人心透开啊！上帝互你受伫遮苦难，互你知影讲人的软弱是爱靠上帝成全。人是软弱的啦，咱每一个人爱亲像迄个蛹伫土底真久。咱教会已经42年来寄居伫即个教会啊，咱这教会是共做的呢。总是咱即个甲买起来啊！咱食做上帝个教会一部分，所以咱即个教会真正定死那个定出来。我看即个道士，你的心一定真艰苦。尔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南加州居近的所在，有人对拉斯维加斯
周恩来伫咱主要开车到即个所在，已经来2、3遍。我想咱今仔教会啊，毋免偌济哈，咱关一个门就有啊，即个门关起来，即个门甲关起来，安尼大家拢免走。有计划要将这教会当作毁灭，这个人是毋是基督徒？伊讲伊是基督徒，伊的车吼顶端搁一个十字架，伊是一个基督徒啊。这基督徒啥？咱要睇基督徒。校长了即礼拜昨有铺一个文章，讲是安怎好人较早死，歹人颠倒。即个周恩来哦，普通一般人凶手无拢会枪杀，无啊，伊无叫人枪杀，伊嘛叫人判罪。伫美国法律死刑真有可能是无期徒刑。上帝，你倒位是安怎睇？这好人先死啊！总是你看迄个文章到最后，你真正上帝互咱遮个你诚做好人的人，真正是毋是好人？啥物是好人？啥物是歹人？咱看到即个周恩来是足热心助会哦，伊足热心参加即个团体哦，伊的言语是足偏激的哦，伊嘛当着人，伊嘛足恶传教的哦，伊嘛感觉伊是基督徒。总是颠倒即个陈医师吼，咱看即个陈医师吼，伊颠倒较少去教会呢，陈医师较少去教会中间啊。伊是因爸爸3个月前过身，伊妈妈足伤心，伊陪因的妈妈去到二湾基督教会。即个二湾基督教会毋是因的教会呢，伊是甲迄个日内外的长老教会照场所来礼拜呢。咱安尼嘛是咧礼拜，伫各方面来。我家己无教会，阮照一个教会场所，我嘛是咧聚会。啊，伊甲家己买教会落来啊！啊，当然我即阵无，咱伫线上的下车吼，我也甲你发一句平安。我毋是讲你伫线上毋对，总是因为 COVID-19 非常的，即阵感染力足强的，大家可能会惊，这嘛是正常啦。所以咱免袂记这代志过去了后，咱爱到圣殿，咱带咱的教会礼拜，这是何等大福气咧！这何等大的，互咱感觉这是真大恩典。所以这个画面我看到是安怎，伊是陪妈妈去呢。伊毋是咱想象中讲哦，足热心的基督徒，足热心的长执，伊是无啥去教会，总是伊的心内有主。伊个心内从细就知讲，上帝就是伊个班赞，伊陪伊妈妈去教会呢。一个52岁会陪伊老母去到教会所在礼拜，然后啊，伊一个本身是一个身体真勇，是一个运动医学医生诶。照你讲起来要介绍拍，即个周恩来真正无堪这里拍。总是迄次发生，伊是伫真远个所在看到伊冲过。咱看约翰福音15章13怎讲？人为着朋友放杀性命，疼无比这个较大的。人为朋友而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么最后说，基督第3摆显现的时阵，等着彼得，甲彼得问一句，问连续问3遍：你爱我吗？伊是用啥物爱？阿加贝的爱。到第3遍，他讲希勒哦，什么叫做阿加贝的爱？牺牲家己性命爱，又主要说基督牺牲家己性命，这是真正的疼。那我疼你，我疼你，你会真正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为着朋友牺牲性命疼，是真正值得咱非常的佩服。第一次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好人，感谢主，伊迄日去做礼拜，虽然我足毋甘的，伊伫遐过身，总是伊得救。伊做礼拜。伊就是上帝恩典，伊伫遮得救，所以我即摆邀请大家起立。咱有1分钟的中间，咱为着即个教会来进步，特别为着陈医师因的家族、伊的老母、伊的某囝，为着教会这会友，咱来进步。
同款的主上帝，阮伫你面前，为着二湾基督教会来祈祷。所幸你，互因伫家兄中间，知影犹原是我靠主你，特别，我为着第一师，因这遗族、伊的老母、伊的母囝、伊的家族伫你面前祈祷。我感谢第一师活出你祈祷的款式，为着朋友放杀性命。我感谢第一师伫这个灾难的中间，伊挺身而出。或者会友免得拄着灾难，主我感谢你，主恳求你接伊灵魂到天堂的时阵，互因知，阮非常孝念，也非常钦佩，非常尊敬，也享有主你的灵管在殿的中间。愿得上帝你的照顾赐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代志咱听到咱的心内未必伫咱艰苦，这是智慧呢。基督徒太基督徒，我们的聚会中间有分，你是讲华语，你讲国语，你讲台语吗？我们聚会只有一点，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非你不可。但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就是不可。这就是我们中间唯一的救主。现在已经开始跟阿弥陀共存。其实总统叫我写一些计划，我本来有写，可是我发觉他们做一半，现在唐凤已经出手了，大概这些东西会解决。因为对我来讲，我最有经验，所有我都领导我都最有经验，但是我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因为是早得到啊！我4月6号年假结束以后，我司机确诊，我就被隔离。但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充裕的，所以我就想说会影响到家人，我就去一个防疫旅馆，那个防疫旅馆好豪华，在那边快乐的，别说快乐了，其实到最后泡面比盐酥鸡都好吃了，那个便当已经吃的都怕了。那最起码可以很安静的在那边，甚至陪你们在做祷告会，思想耶稣这一段受难周期间怎么的过，我很感谢呀。如果现在的话，没有那种旅馆可以住了。那种要中正的，搞不好先去那种防疫旅馆。现在防疫旅馆全部都满，我们这种被隔离的根本没有资格住，你就在家里隔离。之后出来之后又自主管理的期间又确诊。说真的，确诊没关系，现在讲出来没关系，连报纸都已经出来了，连那个电视的跑马灯，很多人问我说：“你确诊怎么样？”我说：“你怎么知道？那跑马灯、电视都跑出来，还好我确诊的早。”现在确诊你没机会跑马灯，大家都很关心的，有寄千冠1号，寄什么寄了很多药。那之后我在想说，试试看我们的系统。那时候人还很少，所以我打119，119说阳明没有病传，3种没有病传，最后是联络到一家医院很大的，台湾2大医院之一，说他们有病传就赶快送过去。结果他们在通报的时候，院长知道说，好像某某人，赶快。所以我是台湾800个用瑞德西韦中的一个，他说还可以用。如果现在的话，你连用都没资格，你顶多吃那个口服药，这些是用打的哈。你顶多吃口服药，你就在家里做居隔，人连理你都不理你。所以我感谢主啊，让我得到这一些之后，有这些体验之后，我反而发觉到我们生命的可贵，发觉到上帝是真的很爱我们。我们应该为上帝更做大的工作。所以我告诉各位，确诊可怕不可怕？其实不是那么可怕。当然，我们也要让那医疗量能够充足，让那是中重症的人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是就像流感一样，可是我们尽量不要得到流感吧。我说流感不可怕，问题是我也不希望得到流感吧。好。我们就称为我们说什么金星星啊，得到星星奖，金刚不坏之身。但相对的，因为总是有一些色彩嘛，所以我们也怕人家说，因为我们得到确诊，我会不会有病菌感染？我的司机跟我说，他现在很困扰，已经1个多月了，他只要稍微咳嗽一下，旁边的人就赶快跑，就无形之中默默的就离开。说医生跟你再三的讲啊，说难听一点，我们这半年之内，你硬要感染都感染不了，硬要传给人家都传染不了。
但是人家还是会怕嘛，这就标签啦、所以今天我本来今天想戴3层口罩，离你们都远远的，因为你怕我确诊。所以想一想，已经1个多月了哈，如果你们还怕我，也没办法哈。但相对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告诉我们，诗篇23篇，从小我妈妈抱我在我胸前里面所说的，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灾害。我虽然经过死灭山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这深深体验到主上帝给我三个地地。当我送入急诊室的时阵，送入教学病房的时阵，唔是送入病房的时阵，最开始注射，迄个心突然转非常平安的来。人会惊吓嘛？当然会惊吓啊！念医就来甲你载，你煞袂惊吓啊！你甲听到声嘛，足惊。当时到遐时阵，咱写字咧，你要过堂日就讲，我都无安怎。到第3日吼，清清咧拢讲，你都 PCR 安怎做都拢无啊！你安怎配规个喙烂，甲你检查都拢无歹去呐？你会使出院啊啦！我想想讲，我无搁大2次就较保险咯。我无啦，你会使出院啊！结果就叫我赶出院啊！出年要是讲无我到厝捡2次，佮无啦。出年了吼，就自主管理啊，你爱去上班啊。偏往就是，其实我上班是无差啦，因为我办公室吼，甲别人拢无相我。我办公室本身有浴室，也有迄个会客室，也有房间啦，也有迄个浴室谈的有。所以我就我差不多已经2-3个月，2-3礼拜拢关咧家己上班用视讯吼，我感觉嘛足清静，无人会吵，无定定有人来咧甲我问问题。所以体会到啊。这就是你讲体会到，上帝甲你讲，你经过死灭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上帝主耶稣基督加你三角地的，越推越快，安慰我，你的捶你的关，在安慰着我们，在我们对敌的面前，你替我们摆设筵席；敌方对立面前，你给我摆设筵席。我们有什么好惧怕呢？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耶和华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所能。那个时候是耶利米吼，迄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因伫遐咧呼叫上帝，讲上帝啊，我们真希望会当倒来耶路撒冷哦。是像咱 COVID-19 即阵毋敢来礼拜，讲上帝，我就希望会当来教会做礼拜。那上帝透过先知啊，你咪甲伊讲啊，讲人做袂到的吼，上帝我拢做袂到。人的情报是上帝起头啊！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可以替你成就这些事情。所以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们所意念啊是平安的意念，我降给你们是平安的意念。”上帝去说那是平安的意念，你遇到足大的灾难时阵，你的心足艰苦，总是会知，做上帝给你三角地地，你得到平安啦。你的心内底就平安，虽然讲有可能你伫病院中间咧急救啊，招你咧艰苦，啊是甲好病房的中间，总是你会知，上帝寄你三角地的，因为上帝毋是降灾予你，上帝是予你伫以后有迄个指望，在幕后有指望，以后得到希望。上帝安慰你，上帝帮助你，所以我们要破茧而出。在疫情之中，我是个疫情的先行者，我想，我真好胆讲在座吼。恁所有人伫即段期间，疫情所有人无骗我拄着较济，所有人拄着我拢拄着，包括安怎坐19，安怎卡，咱电话若袂记住，我搁念一遍互恁听。1922大家拢会晓背，专线叫做23753782，安尼好简单，我无脑雾啦吼。所以上帝即个电话即阵吼，你毋通卡，因拢袂通啊。我阵卡则袂通安尼，逐日拢拍电话，人来甲我关心的，念医生嘛，逐日拢甲我关心。大家拢敲电话，啊，即段期间拢总无啊，是安怎？完全袂通啊嘛，一大堆人啊。所以你安怎敲192嘛无效，你敲23753782嘛无效，拢袂通。迄上帝上说，我感谢主啊，较早吼是拢总会通的吼。所以每一个人吼，爱各将代志，忍得住寂寞的情操。我记我当去所讲训练所时阵，学生就甲我讲，你要忍得住寂寞的情操。你的工课是有限真大啊。你共判生判死，你只有安尼共减重啊，人摕100万互你足简单的啊。你共判无罪啊，摕几千万互你嘛拢足简单的。你要安尼做无？所有的大企业家拢想要甲你做朋友，
逐日拢要甲你安排迄上好的大饭店，请你食饭，无缘无故请你食饭，对你当然有所求，先熟悉你以后有代志通来拜托你。总是要忍得住寂寞情操。我若下班了，我是一个孤鸟啊，下班了，我毋是伫教会，就是伫慈善事业咧做义工，安尼已经过7世人。当然啦，足侪人会甲我足侪人甲你诽谤，总是要紧，希望在你上帝啊。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章19节，咱最近咧背的圣经在中间，最近这段还有出现。那么以前是咧在那时候看着，毋是咧表象。你看这把是什么图？有一对情侣在湖边散步，很漂亮，对不对？是不是？对吗？确定吗？我把它放大一点，确定吗？有一对情侣在湖边散步，好美的风景。我世间永远是好美的风景。其实这幅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一代一代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有时候看的是表象，可当然在里面有真实的发现，有上帝真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而不是看那个表象。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已经买下来了，虽然我们还有欠一点钱，但是上帝一定纪念我们所做的。不管你出钱，你出力，你祷告，你来参与，你奉献的1毛钱，你奉献的是1000万，上帝都看为美好的，因为你有付出。你所奉献的是制作1块的糖果，卖给人家赚了1毛钱，上帝看的是美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能够将这个教会买下来，献给上帝。这个教会买下来之后，不是蔡崇义的，不是叶基恩的，不是严志宏的，不是什么郑国文的、郭伟的，不是，所有人都不是，就上帝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上帝的，没有属于任何人，就上帝的功劳，上帝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很顺利买到这间教会。可是买到以后只是个建筑物哦，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上帝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教会要成为神的殿，是上帝的殿。上帝在我们中间呢。我们的聚会不是说今天听某某人来讲多好多好，讲道不是演讲，讲道只是要忠诚传达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主而做什么。一个郑达志医师，不是我们所想象那种热心的长老基督徒，他就是很忠厚老实，在民间他是个好人。然后他陪他妈妈去做礼拜，就丧失生命。他太太一定会问说：为什么？如果你不去做礼拜，不就没事吗？这岂不是神有他的作为吗？撒母耳下传16章第19节怎么讲？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看人的什么内心呢？不是看他的外表。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要让圣灵充满啊，我们要让圣灵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说，主权在神的殿。所以上帝呼吁你们：你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要将我们的殿好好的维持。我们看到欧洲好多美丽的教会。我每次到欧美的时候，尤其到欧洲，最困难的是什么？礼拜天不晓得去哪里礼拜。你说废话，怎么可能？每个教堂都这么漂亮。真的是到欧洲不晓得去哪里礼拜。这些美丽的教堂都是观光地区耶，好漂亮，可是没有人在礼拜。他们已经成为形式化。内政部昨天有一个统计。说台湾的庙宇越盖越多，增加的越多，什么减少？教堂减少。不要以为教堂增加，教堂减少。昨天内政部头统计耶，我们台湾的庙宇越来越兴盛哎。你看现在是白沙屯骂，现在目前在什么在绕境，上次是那个大甲骂，那个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呢，我们这几个人抬轿都不够资格，那是几10万人呢。我们在破茧而出的时候，我们要问你们：
神要住在哪里？神住在这些教堂吗？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教会有柱子，能做婚礼的时候，新娘都走不进来。可是金窝银窝还不是狗窝，我就是喜欢我们教会，你喜欢吗？喜欢。我就是喜欢我们教会，我要那么华丽的教堂做什么？神又不在里面。我要的是我们这种温馨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注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再怎么都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是跟上帝同在，上帝做我们的头，主耶稣去做我们的头的教会。所以啊，我们应该做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肢体耶，每个人都很重要。大家非神不可，非耶稣基督不可。可是上帝不是非你不可呢，但是上帝需要你，需要你结很多的葡萄，很多我们三位的身体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丰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在启示录里面有讲过7间教会，用最后一间讲到1间教会。那这种教会是非常豪华、非常气派，在小亚细亚教会是非常的有名。老底嘉教会、罗底嘎教会，你看现在它的断垣残壁，就可以看出当初的规模多大。那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他们的柱子，大概就1根柱子吧，整片的大教会都是用很宏伟的柱子盖的大教会。哇，这些教会的人水准都很高，最重要就管的东西社会名流，所以他们自认什么是富足的啦，是已经发了财的啦，样样都不缺。圣经告诉我们，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有财富但是发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财主跟拉撒勒的故事你们都听过，钱不是坏事。但是上帝赐给人的钱是有大富利、大富足。上帝给我们的每分每一毛的钱，都是要用在上帝的事工上面，而不是说上帝我来拜你，让我下次中乐透。这个钱你拿着，你心里不安，上帝也不会祝福你。上帝所祝福你的是，你越侍奉，上帝越祝福你。可是上帝跟他怎么讲？你以为你很富足啊？可是我看你什么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的。在上帝的眼中啊，你外表堂皇，穿得好华丽的衣服，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你什么都不是啦，你丧屁屁啦，内心匮乏，没有灵性干渴啦。你以为你什么都有？再不要忘记，上帝的眼中啊，是你是匮乏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告诉我们，我情愿你冷也好啦，热也好，不要真的不冷不热，反正做礼拜好像习惯了啊，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去做礼拜。那做礼拜完了，再见。上帝的话都没有听进去。我们经常的股市的名师讲说，你有没有听？老师讲的话你没有听，你都有听，然后去买股票都赔钱。可上帝的话告诉你，都可以得到大富足，可以得到大富利，可是你不听啊！上帝告诉你啊，你不要像温水一样啊，不冷不热啊，温吞啊。做礼拜也是一样，姗来迟，然后做礼拜还在想说，我今天讲到怎么讲那么久？先把周报看完。以前我们有的教会还有那个更新的，再把更新从头看一次。看完之后，如果有台湾教会公报，再从头翻一次，所以你都会看到一边做礼拜一边刷的声音。没关系啊，如果你们要看书，你们都可以看书，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祝福，你要得到上帝多少祝福？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随时准备。尤其这次 COVID-19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搞不好今年就来了。因为我们在做礼拜之中就被提了，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你不知道所以我要是在宝座上与我同坐的得胜的，然后讲一句什么话？讲一句就是说，那时候神要充满在这个殿。所以当时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神是充满的。我是20周年我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各团体起来做报告，我觉得神充满在我们的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所做的，我们是神的殿。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灵要住在我们中间。
就算问你们，你不知道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各位亲爱的兄姐，难道你不知道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们有没有忽略掉它？有一天我们会讲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浇灌，不同的意义。但是神的灵要住在我们中间呢。上帝最大，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的。记得我来碰到很多兄弟都，哎呀，好久不见你，好高兴哦。可是我觉得说不见我的这几个礼拜重要日子，你都做得更好，所以应该是没有我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我也很重要，你们更重要，因为我们是共同组成这个教会来服侍上帝，来上帝的荣光得到彰显。所以所罗门真的只有那个火把浇灌，我们教会也希望有火的浇灌，让我们的火在公职在侍奉的时候，永远有一颗火热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来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我们要背圣经。我们的慧茹姐很可爱，每天都会跟我们po一个经文，这是她po的最后一次的经文，不是最后一次的，最近的经文。这经文刚好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罗马书，罗马书是因信称义里面的代表。好不好？很好。你说，可是我记不住啊。记不住没关系，你要念。看上帝有什么话要跟你说没有？你要把它念出来。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殿，这个殿就是你们，我们不是这个建筑物而已。我们每一个人是教会里面神的殿，每一个人都神都看作宝贝。你不要说我不重要，你很重要。你不是说今天？这个礼拜我没有来，礼拜不差我一个，就是差你一个。求婚9999次，就是差你的一封信。哎，太太，我给你写1000封信没有？应该有嘛，哈。所以你就认了，意思。所以相对的，每一个人是上帝的殿，你要知道，我们有同心合一的殿，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如果只是想把鲜花献给别人，把荆棘留给自己，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同心合一。爱别人，为别人想，把好的、赞美的鲜花都献给别人。郑伟，你现在有没有把鲜花献给另外一个怡安小姐？哎，现在不能称怡安小姐，应该称郑太太。鲜花，路边的鲜花哈，偷采一朵回去的话，比买那个塑胶花更好看。塑胶花虽然是永远不掉链，但是鲜花会掉链，但是它会美。有时候我们对陌生人啊，可以注意这话，很宽容可对自己人很苛刻。别人给我一碗面，别人给我们一块糖果，给我们别一个点钢，哎呦，那个人美丽姐对我多好，还给我太太补通干。可是我太太每天煮3餐，我今天煮的不好吃，那天煮的不好。太太你怎么搞的？今天有没有放盐啊？今天盐怎么放那么多？今天有没有？我们都在批评自己人呢。各位回想看看，我们都在批评自己人呢。对别人都很宽容，到教会里面，哎呦，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很漂亮。然后我太太今天已经去做头发去set，看了老半天，问他先生，你有没有注意我今天有什么不同？没有啊，真的没有不同吗？有吗？我去理头发花了1200块哦，好像有哦。其实你忘了你自己身边的人呢，你只有把这一些赞美，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人就很分类。所以教会最怕的是什么？要分类，因为你总是我跟你比较好，我跟你比较好，你们都不要，大家都很好，最重要的是跟上帝比较好。所以每次结婚典礼，这是正规的结婚典礼，我没办法参与，那是一个很重，我去看了2次场所，可是就是不给我参与，没办法。所以《天龙八部》以后，我看主灵轮到你了哈，你是不是要结婚？你自己决定哈。还要问你父母我这个我没办法。所以我们有一种懂得叫什么？叫珍惜。我们有一种浪漫，叫平淡。少年少女卿卿我我，年轻男女卿卿我我，搂搂抱抱，那个不算什么了。我们要看是林牧师牵着林牧师娘的手，那个才叫做浪漫啦。那种平淡才是美的啦。有一种幸福叫什么？叫简单。小时候，简单是快乐的事情拿个弹珠、劈红啊，去讲头
头发干妈面，跳去溪底游泳，灌大杯啊，那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小时候一件小事情都很快乐，可长大以后，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复杂吗？简单，能够简单，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个月让我体会到，简单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请你跟每个兄弟讲，要珍惜，不要挑剔；要珍惜，不要挑剔。这个就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啦。你看我们的所有的影响，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人都是无私的奉献。要珍惜，尤其你身边的人，你要珍惜。这位听到没有？不是今天珍惜，卿卿我刚结婚，要一辈子的珍惜。我们做的是要一辈子的珍惜，不是今天的珍惜。我们要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珍惜自己。老黄，计程车司机，非常的淳朴，非常的节俭，人非常的好。老黄有一个小女儿叫小茹，从小就心脏病，萎缩，医生说她大概活不过两岁。小黄用尽所有的心力在照顾她。突然听到医生跟他的妈妈讲：“我女儿怎么会这种心脏病？”他说：“在肚子里面可能吸了太多的二手烟，因为老黄是个老烟枪。”老黄听完之后，从此戒烟。每一个同事在他面前都不敢讲抽烟的事情。有一个新来的同事，不知道哪一天起来抽，又请老黄去抽烟，老黄就把门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嚎啕大哭，一直哭。老黄自己本身很刻苦。他开车非常勤劳，他赚的钱就都给他这个女儿花用。他说，趁他有生的日子，他要给他最好的，给他请看护。那个女儿几乎都在医院度过。他每次提到这个女儿，就是掉眼泪。他的太太在女儿2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有人说是跟老黄吵架，有人是说老黄冷淡他，因为老黄只对这个女儿而已，几乎不再理他太太。有人说他的太太不忍心看他的小女儿离开。有一天，他们接到通知，老黄开计程车，又闪一个大卡车，突然去撞到树头，过世。同事听到都说啊，老黄过世，那他的女儿大概也不久。他们去参加了婚礼，结果没想到他太太居然在婚礼耶！他太太在婚礼参加完之后，他就觉得奇怪，他太太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怎么回来婚礼？隔了1个月，他太太邀请所有的同事到医院来，他每个同事都心里有数了。那大概轮到小茹，大概生命已经不保了。那我不简单呢，医生说活不过2岁，他撑到已经7岁了，但是大部分都在医院度过。因为根本心脏不能用，然后之后大家想说要来参加小茹的丧礼，所以每个去的话都很安静的。没想到他太太就牵着小茹的手出来，眼光红润，每个人都吓一跳说：“小茹说跟各位伯伯叔叔，谢谢你们，我现在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活着，也为我爸爸而活着。”他的太太拿了一封的遗书出来念。小茹，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抽烟害了你，爸爸希望我的心能够给你用。他从小茹出生就帮他保险，所以而且拼命的积一笔钱，让小茹可以做心脏的换心手术，而且他已经去配对，他的爸爸的心可以跟小茹的心配合，所以他将他的心换给小茹。我同事突然讲一句话：“小黄开车技术那么好，怎么会去撞大树呢？”没有一个人在讲话。为朋友而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咱看第一书，为着伊遐兄弟姊妹，献家己的性命。那凭伊的武功，凭伊的能力，伊是真两个所在，伊走一个就出去啊！伊结果冲去动枪，互所有的人伫遮拢得到性命。你有想到主要所祈祷无？因为是为着你我放杀你的性命。
人为着朋友放下性命，痛无比这个较大的。人为朋友而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的教会要破茧而出，重新开始，用真正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里能够互相的聚会。主，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心中充满着爱。我们用踏踏实实、充充实实的爱照顾着我们。我们为左执事祷告，我们为正义师祷告，我们为每一个人奉你的名来聚会的人祷告，因为主你的爱都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蔡长老带来真好的信息，这时咱要起立来学咯。信诗251首，由主回应教会。这时，咱备办心来奉献。这时我要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将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用台语来念，请。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吗？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
因为上帝殿是神，殿就是恁遮个。岂毋知恁是上帝殿，上帝神踮伫恁内面吗？人若毁坏上帝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殿是神，殿就是恁遮个。报告。第一点，因为疫情的关系，小会决定对本日5月2日起，采联合的迄个礼拜10点开始，用台语礼拜定时来进行。等甲疫情较缓和了后，咱才搁来评估恢复2场的礼拜。本周的迄个新安宫的进度，请家己来看。机体交通甲大道，第一点，咱为着南加州二湾迄个枪杀案一时无伤那特别为着迄个郑达志医师的迄个遗族来大道，也为着因遐受伤的迄个兄弟姊妹，因的身心灵来祈求主来看顾因。第二点，咱为着新冠的迄个确诊者，希望因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为着疫情会当早日缓和来大道。第三点，为着乌俄的两国的战争会当紧紧来恢复和平来祈祷。第四点，咱为着蔡新颖因的家庭，蔡新颖因为因为着迄个球队要报名比赛，有拄着一寡小可代志求主来，互一切迄个办理都会当顺利。为着新颖因厝内人Johnny， 然后蔡新文、蔡思听、蔡思梅，因来祈求大祷，求因互因会当顺序来处理球队的代志，因的学业也是工作上，拢会当得到助理的看顾。咱也为着王文章甲蔡玉玲那玉玲伊最近有迄个企划案，求主也会当互伊会当有智慧来互迄个企业接纳，若会当顺序完成。咱为着因家家庭甲因个人的身心灵的平安甲健康的代志来大祷，咱即时来公道，请起立。
伊咱要来吟上吟391首吟诗选，请林牧师替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会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之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领受圣歌队的祝福。咱等下互相来请安吼，闭会。